家己杂费变大雨，造成遮侪所在拢做大水。官府今仔日趁雨棚去饮水的所在会勘，在地人讲是因为稻仔甲粪扫去甲排水孔塌去，才会做大水。大排水用要抹起来桥面，家己员破主阿无了大排边仔去穿理，因为昨个大水雨造成里内地势低的所在饮水。 趁青沙退水了后，县政府甲水利单位专工来会勘，要来了解造成饮水的原因。这届迄个西南气流来，全部的家当全毁，真的是全毁，真的变一个空屋。一部分是咱这的排水的系统，啊，一部分就是讲伊即马咱这有草山，啊，伊迄需要捞污机。 吼捞污机甲遐个咱这稻草的迄个草石管应甲鼓起来，粪扫鼓起来，安尼就袂去阻挡着水路。嘉义县平原地区到初三中昼的时阵，即阵一寡所在阁有水无退，大拿镇路民众趁无雨清理排水塌掉的所在，和饮水的所在会当赶紧来排水。水机咧抽吼。就是我啦，台湾人会遮嘉义县政府表示，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阿里山山区也是一直咧落雨。阿里山乡公所指出。 目前阿里山公路甲一寡支线道路，因为行有落石也是土石流的状况，所以暂时封闭，呼吁民众无必要尽量莫为山区入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